大家好，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。喺本週五嘅凌晨，歐洲聯半準決賽次回合將率先喺切爾達同費雷堡之間打響。前者為主場作戰，首回合3球落敗令切爾達上下士氣全無，加上球隊近況低迷，切爾達今仗無力翻盤。切爾達曾喺2016-17賽季殺入到歐洲聯準決賽階段，可惜被曼聯淘汰出局。今季都係佢哋自哥茨之後再次登上歐洲聯嘅舞台。雖然切爾達球迷幻想能重溫舊夢，但係理想好豐滿，現實好骨感。喺半準決賽首回合中，球隊遭遇當頭一棒，作客以0-3不敵費雷堡，大敗而歸。首回合3球嘅差距令切爾達已經喪失咗晉級準決賽嘅信心。畢竟球隊近況相當低迷，過去4仗輸咗3場，同時所輸嘅呢3場比賽後防單場失至少3球。喺次回合必須全力進攻先能夠翻盤希望嘅大前提下，試問如此漏洞百出嘅後防線又如何能令人放心？可能分分鐘被費雷堡反擊得手。另外，作為隊內頭號得分手嘅波查伊格利西斯，不但已經連續4輪西甲未有建樹，而且今季歐洲聯出戰12場僅攻入2球。切爾達今仗要想逆轉3球劣勢，確實難度極大。陣容方面 ，M 諾文因傷備戰。費雷堡喺16強次回合中主場5-1大勝亨克，呢場嘅勝利不但令到佢哋逆轉首回合0-1失利嘅不利，更係令到球隊歷史首次晉級到歐洲聯半準決賽階段。上輪德甲費雷堡乘勝追擊，憑藉盧卡斯賀拿嘅入波擊敗咗緬恩斯，從而近5仗各項賽事取得4場嘅勝利。球隊近期表現遠超今仗對手切爾達。回顧同切爾達嘅首回合較量，雲辛素基科喺開場僅9分鐘就為球隊首開紀錄，而費雷堡全場比賽更係僅4次中籠就收穫3個入波，最終都係作客以3-0大勝而歸。首回合嘅3球優勢令費雷堡可謂一支腳已經踏入咗準決賽嘅大門。畢竟球隊過去11場歐戰只輸咗2場，其餘7勝2和。陣容方面，麥斯羅森費特同埋帕德列奧斯特克基有傷在身，唔能夠隨隊出征。相關嘅數據，切爾達喺最近4場對德國球隊嘅比賽中都輸咗。上仗係切爾達喺近14場歐洲比賽中首次未能夠入波。切爾達喺近8場歐洲聯比賽中第一次未有率先入波。費雷堡喺最近2場歐洲聯比賽中打入咗8球，而喺之前嘅5場比賽中只中入咗2球。多謝收聽，記得 like 同 share 我哋嘅片啊！立即下載 M 直播，無論何時何地，猶如置身現場，睇盡足球、籃球賽事。